后来镜头锁等的台湾来看这个社会各界期待真悬的军种骚扰防治法的草案，今仔日伫行政议会来通过，将要送交到立法院。这个草案明确来定出着8种军种骚扰的行为，那违反者上悬是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50万以下罚金。同时，佫来引入着预防性受害制度，若是触犯着军种骚扰罪。 违反着保护令，经过法官来认定，会过来犯罪者会当甲受压。立法院渴望伫本会期三读通过，到时阵台湾的性别平等搁向前行一大步。 徐国勇今日带警政署长陈家钦等部会首长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备询，针对行政院要通过军种骚扰防治法草案，伊表示这项条约有共识的法案，应该过1礼拜时间，就会使正式进入立法院备审。那应该会让我们台湾的有关性平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会更向前迈进一步。 徐国勇表示讲，希望行政院版本甲立委的版本会使赶紧做伙备审，伊嘛讲愈紧通过愈好。结果警察的骹手无够，未来要哪执法，警方敢准备好啊？那警察绝对会全力以赴来执行这个法律。 依照行政议会通过军种骚扰防治法的草案，明定8项，包括监视了解别人行踪。 讲对也是讲当接近特定人出入场所，对特定人警告威胁，也是甲骂、敲电话无要出声，对特定人要求约会过度追求行为，对特定人寄也是电视报上文字影像也是物件，通知特定人也是提出有害伊名声的消息也是物品，以及黑白用特定人的资料无经过伊同意，黑白注文物件也是服务，这拢是犯罪行为。